欢迎转到现场，今日好空标播本大家第一咧，就是用现彩茶剧团吼，来推出嚟新嘅戏剧哦，喊做反派啊，一下咧就先来邀请吼第度嘅两位主角哦 ，TV 咧就是陈子晓陈先生哈，大家好，我係陳子曉，同歡喜來到亞威來大家見面。好，那位咧咪係你主角哦，就是龔彥力先生。大家好，我係龔彥力，非常嘅歡喜嗬，今晡日到大位來到各位鄉親來見面。係哇，真件都難得嗬，昨日看到兩位嗬，係咧時裝呀，所謂係時裝，時裝嘅扮相，唔係啲舞台當紅安尼因為呀舞台老時代下嗬，真件係無強用嗬，千無強用，尤其係戲劇來講，你有當到像家下討厭咧，其實咧舞台劇嘅話，可能老時裝劇較強一些咧，像唔一定兩位啊嗬，係咪像兩位就係從細家就來接觸呀戲劇嘅係冇？佢說對呀服裝啊、嘛總盤啊、咩輕熟咯嘅吼，也很熟悉了，對不對？就是裝扮啊或服裝。其實我老龔先生是師姐師妹的身份，所以我們從小都在劇校長大，所以直接這個就由我師姐來回答，這我師姐更資深。所以其實你對於戲就是劇服啊那種，其實跟現代其實已經沒什麼差別的感覺。是可以融合得很好，因為像人家就家有看到吼，就係啲歌戲啊，冇法就客家台戲看到嘅咧演咧嘅總盤啊，老時代下，清末強用嘅時間其實有很大的反差誒。有家有當你看到龔先生會安尼講，我說哇，老戲劇啊，到舞台當紅係冇強用嘅人誒。有咩咧新嘅從事，就是一個新的嘗試就對了。這是反派壓出去哦，我覺得有很不一樣的感覺，就是很着重在，因為畢竟陳樂導演他的背景是舞台劇，我覺得我們傳統戲就比較不注重人物跟人物之間的交流，就是啊，比如說你講完一句，好，我該要做什麼動作，我就該做什麼動作。以前的導演是這樣，戲曲導演是這樣，可是這次這個導演他會告訴你說，程式動作當然也要，可是他比較着重在是內心跟內心之間的互動。交流就錯嘅，因為內心愛嚟做咧交流安尼。唔過吼，家下對上兩段吼，已經有講一下吼，也反派吼，佢嘅劇情太弱係用嘅。唔過兩位做對小嘅係兩啥啲底度嘅角色，好冇？龔先生啲底度係做乜嘅角色咧喏？我了解到底位都係做主角國嘅公主。哦，伊咧公主就錯嘅。玉蘭公主。佢說之所以咧也只公主底度吼，因為也戲名吼就喊做係反派嘅咩吼，也反派底度有乜嘅較對立咧，有反映係咧好人嘅差片冇？其實你出去冇乜嘅反映好人啊，就會睇一家就睇一家無奈嘅事故安樣嘅，湊成講你細微搶眼嘅小男小女安樣嘅發展安樣一連串嘅故事。嗰種唔一隻公主吼，佢嘅性嘅係樣嘅，佢嘅身體啊個性啊，係樣嘅咧，係較俏皮嘅，較發挑嘅，還係較因為啲我係被國家派來扶持呢。哦，我都不是自願的啦。無奈。自保嘅也算係嘅。到了嘅從良國第八度，無人插我，小朋友唔見睇，故所我嘅心情係動屈定那樣嘅，唔對用架啥，好鬼彩咧啲咧第八度之中，有看到一本書，很多罐頭戲，呢本書本來到了個從良國第八度唔會按無聊。前度咧出路咧，故所也之前咧係啲嘅性格會較壓抑啲嘅，唔係講按凸顯啊，按活潑唔係，因為他家家有談到公主吼，公主啦皇后吼，就談起來可能公主就會較發挑一些咧啊吼，唔過也隻公主可能冇強用嘅，來談可能哪個咧係唔係公主吼，也陳先生嘅角色係用嘅咧表現咯，也個角色係意象，佢係啲頭髮骨，聲音狀態，佢老師傅從細就上於微妙，唔過。
记住讲，记无牙的，不过记唔滴，为嘛该无牙无的？唔滴哦，唔滴啊。然后他是后来他爱到了济南府的小王爷，因为小王爷被我们关在桃花谷里面，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唔滴师傅为嘛该为老给做都要为了，我就听师傅的话，结果我慢慢的爱上了他。张迪讲，他跟我有生推个鼹鼠来做我们的爱记，那还会刺激。然后我就在心里面两相挣扎，我到底要杀他，还是我要放他走？哦，都带很用的，可能会大家去看张地就错嘅。不过，古说讲起来吼，嘅亚杂角色咧，国姓老公主就请莫强用的吼。莫强用，就是很外放一些的，很外放，因为我才10几岁的小姑娘，所以非常的活泼。不过刚才一开始你刚才有讲到的，两位迄师姐师妹的关系就错嘅，呀，讲先生吼，你迄从细就对呀客家戏曲有兴趣系冇？你刚才有讲到，迄细时节就开始接触嘅咩？系自细都对南庙时期，台的阿公阿婆人会带台，时常会带我去时期都方看台戏。古时我电影多两下，我对戏剧的印象深深。不过大家有动到吼，因为有莫强样年代吼，对细年的来学呀创台戏吼，迄莫强样的观念呢。古说你这样时候，你爸爸妈妈你会很让你送去做呀戏剧的啊，来读戏剧，无反推哦。去细妹就会做点深度一个自家欢喜的工作，安样的最重要。做过来迄我自细就会看电视啊，可能係阿公阿婆的关系。古时我看电视了後，我看到傳統戲劇，我就唔尊敬我爸爸媽媽轉台，做唔得轉台。古時我爸爸嘅用呀，真係迄個甜心吼，係冇。當奇怪講，也做生意人用我按用嘅。古時應情，張地講哦，有學校做啲托。古時記住人係想辦法啊，去請啊。古時我要參加考試按用，才會你來。哇，安尼算起来真幸运呢，因为你不卡地度又支持你吼来做呀戏，因为大家就知道，有同多年就讲啊吼来做戏兴起啊，总唔得准翻身啊，有冇？系啊，爸爸妈妈又会送唔去到呀戏剧嘅来学校啊吼来读书啊，真正系算喺动开放开明吼。我所以来。实在係同幸福嘅一件事。因為有阿公阿婆有冇？哎呦，我嘅孫我去嚟做，我親口看你台戲，當然會支持吼。唔過嗰樣是學校地位都冇客家戲。哦，創嘅時就係創寡戲較多。唔係，嗰樣是只有京劇嘅。故作冇辦法，嗰樣是學嘅，我最記得就係我再去廟裡啦。阿公嗰樣是啲講，我學戲嘅佢當歡喜。充本藝堂安尼。唔係，佢出教唔啲那位去學嘅去打鑼鼓安尼。唔係嘅愛獻，佢唔啲那單位去請來獻嘅，佢出教去做一期呢。啊，結果叫佢人係來批就錯嘅。然後結果批唔上，因為嗰樣是係唔會從客家戲啊。唔過後來，我實在講當幸運啊，讀到嘅常用現場先生，迄個人係帶入來，佢要當通識人才啦。真嘅，因為吼，我去來講呀，京劇啊，吼，來京劇啊，韓戲又歌仔戲吼，真嘅係啲台灣開始較早一些咧，因為咩較發揚嘅關係啦，可能係客家戲曲就較慢一些咧。其實係有啦，咩清早就有嘅，唔過較慢一些咧。故所嗰樣時學嘅時節係學嘅就係京劇啊，吼，京劇嘅種就錯嘅，像係陳先生咧。師妹，你學識嘅，你學識嘅咩強用就錯嘅。唔過聽講陳先生佢唔係行業咧，也下來創客家戲劇咧，係用乜家語言咯？是因為我的同學啊，我的同學他很早就在榮興劇團，然後他就想說，那就我這邊劇團需要有人才來演戲，那你要不要來試看看？我就說好啊，反正好玩嘛，我就去試，就是試就不走原因是因為覺得很好玩，懂吃有，就是因為劇團願意栽培，給我很多機會，那然後我也覺得我可以在舞台上可以找到自己，而且每一次
每次演完戏之后，都对自己更有自信。请主要係因為有成就感啦，吼，對，有當年嘅反應啊，嘛個某一發，做按當年咩冇按過，係啊，也劇團吼，也用心採茶劇團都也含有27年嘅咩，兩位算起來咩係老將嘅吼，從也講先生係幾多年嘅？啲呀18年，嚇18年，18年，哦，高班呢？係啊，係啊，哇！人生咧一般全部都啲客家戲。哇！又真嘅唔但唱愛有興趣，係愛有熱情呢，係冇啲啊劇團地度，古時候真會有唱家下陳樂導演講嘅，大家就動唱係大家庭共用嗬。係啊，我時從老第八度嘅阿姨啊、叔叔佢哋就會講法，佢哋會講，時間夠按叫嘅。係啊，按叫要按夾啦，係冇。唱亞陳先生啲亞劇團地度幾多年11年。周青就係10年來起跳就錯嘅係冇，周青就按叫嗬，唔講可兩啥嗬，家下一開始就講到啊，啲學習嘅過程地度，主要係幾陣年推係冇客家嘅戲曲，從一下向內做得來學習嘅嗬，咁幾樣時來學到呀，京劇嘅部分，過來轉做嗬嚟做客家太戲嘅時節，有乜家相融相通，還係有乜冇共用嘅素材冇，從講先生師姐先來講一下去。係啊，一開始來學習嘅時節啦，然後客家太戲咪會有出題語言冇共用，係唔係咪會有較冇共用像唱嘅強調啊？當幾樣時我差唔多6歲了後，我就冇講客話嘅，幾樣時我我重新，你算起來咩冇乜嘢要講嘅，10歲第八度就學。京戲嘅就冇接觸了嘅動處，每有經過當從一段愛變轉過來嘅時間，咩動。唔過除咗樣語言吼，係唔係啲強調衝嘅時間咩？唱呀京戲聽眾冇乜個平板啊，吼三狗字冇啊，其實啲衝嘅時間咩輕冇共用吼。一個係用 UK， 一個係用本省。幾樣時係。我算起來很較唔會按困難，因為我都學教嘅幾樣事，我就動就會彈鳳梅跳啊，然後粵劇，然後我是從我是從我按樣嘅彈緊衝啦，學緊。故說多從客家戲幾樣事，較輕鬆啦，冇按唔好準。哦，古時候真嘅也京戲吼，客家戲曲真嘅係有冇共用嘅素材做得好嘅。唔過近半年咧吼，有請到嘅兩位演員嚟到現場吼，古時候定係吼聽說愛請佢哋吼現場嚟做嚟演出咯吼，也係大家先嚟去看一下，等下就會充分大家聽嘅哦。歡迎進到現場，今日咧吼有同歡喜吼做哋邀請到嘅呀用心吼採茶劇團地度嘅主角哦吼，就係咧陳先生，還有咧龔先生吼。也下剛下有講到啊呀，翻配吼呀戲啊吼，係要融合嘅，因為有西洋嘅老東風嘅吼嚟做嚟結合。嗰所啲地度啲嘅表現嘅方式，地度聽說每位有冇共用嘅素材，兩位定係嚟演唱係唔係嚟充分大家談看啊？有乜個老平常傳統嘅九腔八調嘅係有乜冇共用嘅素材好冇？我問您先來，龔先生去師姐，龔先生先來演唱一下，就係日擺嘅翻配地度嘅團呢。好，我就從一團我第一場出來嘅用時唱腔。好。漣漪來，一次一醉，生死風，獨在兩關頭西送。哦，
听起来同温柔的感觉呢，很柔安呢，悠悠安尼来创吼，也在公主的部分就做嘅，好来谈看啊，也较外放的有冇？外放的呀角色很用的来创嘞。好，那个它的剧情是这样子，因为爱按多个东西全部喺爱自家做嘅嘛，我爱讲爱黑哦，其中我爱用版做嘅，然后我就唱了，小王呀。你呀，你呀，饱满黄金水，天作就曲风大卖，又金香草铺姊妹，你个配造日头晒。哦，这样半唱半念的形式，嘿，真嘅，嘿无强用咧，嘿，因为角色咧无强用，怎会还有伊个手势啊、术式啊，还有伊个通奏，无强用系无？像刚下伫咧创嘅时节，你个术没有通奏，也迄古听嘅含迄就迄你自家嘅角色，迄无强用嘅演就会有无强用表现的丰盛。其实迄爱老。共性上跟角色不同，然后行当其实有点不同。主要我们回到角色本身的身份不同。她是一个公主，她即便她有很活泼的性格，可是她还是要内敛一点。可是我是熟一些对，可是我是10几岁的黄毛丫头，就在这个头发固底部度，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然后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手势应该是说，我们回到这个人物的本身，他讲同样一句话，他就会很跳跃型的，很活泼型的，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公主可能要想一下，我可不可以讲这句话得体有得体吗？对。不过刚刚出题吼，看到有个树的通作吼，其实第一做戏的歌唱吼，系唔系目神？你的眼神目神要轻冲腰吼，系无？迄目珠特色，像爱特色，系唔系咩做唔得吼？你眼珠子转来转去看无啊？不会啦，你明哪刚刚看到陈先生的时间，哇，你会按清楚呢？左片右片，左片右片，会练啊，会练就做得了呀，系啊，练就好了呀。还没爱练呢吼，给听啊，眼睛有眼功啊，眼睛也要练啊。哇，会眼睛会中风的歌唱安尼。不过刚好有看到呀，共性上的角色就会较内敛、较熟悉嘞，故说冲起来要无强用。不过刚好有讲到，也把迄冲法吼，迄有一些嘞，像刚好冲的团的吼，迄老传统的988的迄无强用，迄哪位的无强用呢？迄因为佢的曲和迄因为佢的冲的词，迄有无强用的素材，他其实曲是一个公主的有冇？他那爱迪调对，了解冇？了解。用颜值，用目神，然后我们讲一下，很恩爱。其实这个曲调，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从乱弹移植过来的，对。可是至于他是怎么样去处理它，这个就要问我们的那个郑校长了。因为的确，第一个我们对音乐编腔不是那么熟悉。对，不过也算落去行诶，人家就迄唔迄伫咧练咧歌唱，迄唔迄会较挑战一些咧，因为迄行诶部分。不过也可能迄也就迄参考中诶剧团底度，家会融合型诶素材吼。他常常会找老师来教我们，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前阵子会请潘玉教潘老师来教我们乱弹戏，然后好几年每年都会还会请大二老师来带我们练功，就是自掏腰包，然后请1个月。对，所以我们都很感恩，然后我们就会赶快去上课。哇，古时候迄量啥吼，就已经迄欣赏技能呢，含迄爱继续来学习就错嘅，迄无强用嘅。就当演员是无止境的，对，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古时候张做得18年。12年，不过我同上迄题吼，就迄家伫咧看到呀，从台戏的时节吼，因为刚刚有讲过的咩吼，啲舞台剧嘅话吼，可能就唔是呀私蒙咩吼，不用字幕呀。从台戏无论迄歌戏含迄呀客家台戏强用吼，就会有私蒙的时节。迄唔啲舞台当风吼，假使迄蒙词啊，唔记得人嘅台词的话，啊，佢嘅私蒙又继续写。故说，因为家伫咧样舞台剧的时间，都得自己转，有没有？自己转成生活化用语啊，吼，剧情不要断就好，没吼。啊，像人家就要太戏吼，又做唔得 NG， 啊，啲当风，啊，大家又伫到呀，私梦底下嘛，应用个啥哈？公司，继续冇办法读到啊，继续杀下去啊。不过词应用的老几
掰，然后给转之后转勾了呢？这是不是很难让大家那种不知不觉的？因为是大家一定会知道，对，大家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们就必须转下去。没有按你经验冇？没啊，不过。有转咧好，然后转好的冇。你客家迄个演员，然后近迄个演员冇乜按相用的素材就会低调，因为记得是从做的戏就会做戏的，不过你是从会做编的较发的，较发的戏，诸多嘅免费嘅用词，全部就会做发戏。啊，发戏咧，因为有按用的，唔过就会因为。你就会讲去听听哦，就会讲那个故事，那个剧情很用的用。结果咧，旁当你就会七家老嘅演员，因为富雄还有讲法，从去哎用下来，其实就会训练的吼，训练到的。古时候啲旁当真正都个你都个太型那个舞台当红嘅公司，其实都做到两个事情的是，我较。嘅脑筋吼转的较强，唔会讲啊，我提起唔对用解释，较唔会啦，较唔会。故说讲，实在讲，那个经验系客家迄个演员十分难得的。也部分可能没有传承吼，还有经验的累积吼。有，当多嘅用是还俺知道俺俩还系冇办法，记得老先生、阿姨啊，记得嘅经验。到演你俩下冇强用，以前记得做戏一做就会3张演舞团，俩下一张也有3盘就唔掂嘛。嗰种演你嘅经验冇有差，实体咩冇强用的啦吼。嗰所以也经验吼，因为哇呀，老一批的人吼用的，我有按你嘅技巧，还係按你嘅身段按你临危不乱呢训练起来，其实就係佢嘅实体配景啊吼，粗手嘅加條按呢，哇，嘛家就唔強嘅按呢。不過到呀下吼，上呀舞台當中吼，有一種冇強用嘅訓練，冇強用嘅膽識嘅吼，像呀陳先生自家有嘛較難忘嘅冇。伫喺上嘅舞台啊，吼，喺蒙詞，還喺個天數拼人有冇？嘛個詞唔記得個天數嘅部分冇？还好呢，还好，就是会很紧张，会懂敬重啊。都要他喊黑不会敬重就错嘅，大摆。我觉得跟个性，跟个性有关系。我现在不要唱戏，你叫我，你现在我坐在这，我也很紧张，你没懂敬重，反正很来冲一下讲。我觉得这跟个性有关系，即便已经做足了准备，可是当然会希望把最好呈现给观众。可是往往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喉咙会更紧，然后就要戏模样的，有没有？啊，冲的时间我憋口有人用对，没办法，你还是要因为手唔红的，对你还是要硬要上去。对，所以会我的经验就是我的喉咙会很紧。就是因为我个性太紧张了，对，雅思就会摸一下，有冇雅思节就有嘛，这半年呢就做得搞一下，是每年呢，呀，做唔得按定重要，表面上喊那个看起来懂浪精这样子，系冇？有嘛？甲做得搞一下有冇？喊迄动静重，喊迄其实呀，公性上呀，还没迄轻劲重，其实迄看唔出来，听听。注意力啦，注意力。你全身心的用到戏剧当中嘅用词，其实你会感觉那个歌唱的真好搞的，你会唔记得当多事情，经常系一天会有的，不过上台就唔强的，就做的，就都旁当就。懂吃盐的人就个地步度的。我真正吃到也有才情的人啦，因为有当到人喺冇嗰只才挑，嗰只才情的話，無論佢訓練幾多擺吼，上台喊起。會可能會有唔好嘅素材係能用嘅吼，不過一擺吼，喺老亞翻配吼，因為佢還有講喺就係中西合併嘅吼，故所啲地度係喺會有一擺有老陳樂導演做一個合作，兩啥吼，會有嘛個無強用嘅感受係喺無強用嘅經驗冇。除咗創有無強用嘅戲有冇，無強用嘅曲調，有留意咧，可能對客家嘅戲曲無乜間較層面研究嘅討論來做一個合作，兩片吼，係用嚟做一個協調嘅部分咯。
像我们这一次在矮州一雄嘛，地头发骨底不会度，他就主张不要动，尽量不要动到空框框的锣鼓，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了很多古琴跟古筝，然后来替代锣鼓。可是当你知道新的尝试，就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练。可是即便陈乐导演他自己不是学音乐，可是他必须要等那个比如说那个乐师来，然后我们就扎上就一场戏可能就扎2个小时，就因为要配合，比如说皮都厚啊，对，比如说今天你拿个毒药给我，然后我看到他，我说鹤顶红后荡风，然后吓到他就要扫一下，古筝就必须扫一下，可是这都要懂准呢，哎呀，所以一定要排啊，这戏都要，所以光这样就磨很久，这个是最难忘的经验。哇，真嘅呢，通到好让2位演员、2位欣赏来分享吼，上新吼也放配吼，也就戏剧咧听说要动精彩哦，故作大家听说记得吼，5年2生吼安补吼7点半吼听说做对来欣赏一下也放配哦，今日活动欢喜做对邀请到龚先生还有陈先生来到现场来分享安道哦，哈，安子说，故作一下大家咧先来可以看一下，等下天天欣赏，看下来做运动了。